一般人咧食生果咧就簡單嚟講，一就係已經批咗皮嘅，二就好似咁樣連皮食嘅。嗱，但係我識一個人咧，奇人異事嚟㗎，佢曾經因為呢個特異功能咧申請上去健力士紀錄，但係失敗。我唔知係因為佢嘅技術唔夠勁啊，定係佢人嘅問題。為大家示範2012年未最強嘅一個突發事件，因為2012年最紅係佢，因為佢識用佢僅有嘅兩個兔仔牙刨一個好大粒嘅梨。我哋有請得意人士嗱示範啊，刨皮啊！咩人嚟嘅？你有冇食啊？叻皮！冇諗過咩？我電視俾佢黐線㗎，咩人嚟嘅？佢一係話住一日開會，大家好認真咁樣，大家好認真啊開緊會，突然間呢個茂利聽我好似咁，我話做咩事咧？我話做咩食嘢好似食緊刨緊呢個包子喎？唔係，佢係刨皮啊！咁啊，我係做唔到嘅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兔仔先做嘅。但係正就係一樣嘢，因為呢個茂利咧係屬兔嘅，係咪屬兔㗎？你做乜黐線？搞掂啦，咁咪一粒好靚嘅梨。呢個世界只有兩個人會食佢刨咁樣刨嘅梨，一係佢老婆同埋佢個仔，其他人係唔會咁樣食嘅，核突到。正所謂一句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生得咁靚嘅兔仔啊，一定有個用處嘅。黐線，啲皮有爛，點食？嗱，而家咪乾乾淨淨都難食啦。我幫佢刨埋啊！好勁啊！佢最紅嘅人咧就係呢個朋友，佢咁樣可以刨皮啦。或者你可以講話一件事或者一樣嘢，對你嚟講係2012年佢最紅嘅 ，call 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。唔得嘅喂！我真係攞刀未必刨得咁靚喎，話俾你聽。